位。好，我是子公，请问有嘛个我做得同听书嘅么？我想借一本书，很多公主妹妹打批乱，请问你都有一本书吗？我到图书馆有一本书，不过本人借走咧。哈，因为我生意呢嘅先生推荐大家读一本，鼓励大家打破刻板印象，特别是喺高年龄层嘅读者嘅书，就冇按個借到呢。哦，唔做得到我到嘅網站也係下載 App， 用觀藏字眼。查看啊，一本書啲哪條分館係問本人借走，還有唔做得啲線上申請同一服務，同目標分館嘅書調到離亞博卡卡群嘅分館，方便抽群借書。哇，按好哦，我嚟試看啦。哇，很方便哦，按住先哦。可能情景下，也係安利先來認識一下佢嘅重要嘅詞彙，大家記得要聽定有冇？志工、志工、志工。請問，請問，請問，本人借走，本人借走，被借走，偷，偷。阅读，館藏字眼，館藏字眼，館藏資源，查看，查看，查看，統一服務，統一服務，通閱服務，卡群，卡群，比較近。接下來呢，我嚟學到嘅接上用到嘅機器。我想借一本書，我想借一本書，我想借一本書。我想，我想，我想，借，借，借一本書，一本書，一本書。我想借一本書，我想借一本書。我想借一本書。我到圖書館有一本書，不過本人借走咧。我到圖書館有一本書，不過本人借走咧。我們圖書館有這本書，但是被借走了。我到，我們圖書館，圖書館。圖書館有一本書，這本書唔過，但是本人被借走咧，借走了。我到圖書館有一本書，不過本人借走咧。我到圖書館有一本書，不過本人借走咧。我們圖書館有這本書，但是被借走了。先生推薦大家讀一本書，先生推薦大家讀一本書。老師推薦大家閱讀這本書。欣賞，老師在這裡和大家來介紹有關於欣賞。欣賞在客語呢有3種意思哦，可以代表老師，也表示醫生，還有人稱代詞先生小姐的先生。欣賞在這裡指的是老師，欣賞老師。